28House 揾樓 App 特約，每日樓市係由28House 揾樓 App 贊助播出。我要一人空間，我要二人小天地啊！我要三邊老床啊！收到，用28House App 碌盡全港筍盤，無論你想買樓定租屋，單位尺價、成交價，28House 隨時碌到。用28House 揾樓，一碌就有，仲即刻 download。新盤銷情暢旺，焦點新盤西南九龍長沙灣嘅銳景1首輪開售，推高咗一手市場合共大約250宗成交。至於二手市場都受到帶動，交投量全線向上。過去星期六，九龍焦點盤開售，西南九龍長沙灣銳景1首輪發售180伙，即日沽清，套現近16億。發展商華潤置地話，有大手客連購4伙，涉資大約4270萬。項目喺過去星期日亦都以招標形式賣出17伙。另外，由信置牽頭發展嘅日出康城海堤灣系列，喺過去2日賣出19伙，套現超過1億4千萬。連同其他新盤貨尾，包括柴灣海德園、啟德買 Miki 1等，過去週末2日一手市場合共錄得大約250宗成交，按星期增加大約1.2倍，連升2個週末。一手市場熱鬧，帶動二手入市氣氛。4大代理統計嘅週末10大屋苑成交全線向上，最多有17宗，見13個星期新高。中原地產指新盤銷情暢旺，激發買家入市意欲，一手向餘客轉向二手市場，物色剛需盤帶動交投反彈，反映樓市整體購買力仍然強勁。受到整體樓市觀望情況升溫拖累，連帶二手居屋嘅交投都顯著減少。撇除特殊轉讓個案之後，7月二手居屋嘅成交跌穿400宗嘅水平，見近期新低。綜合土地註冊處同埋利嘉閣嘅數據，撇除大埔宏福苑788宗業權轉讓俾政府嘅特殊註冊，上個月二手居屋買賣有395宗，按月大幅減少36%，涉及嘅金額都相應下跌大約37%，去到唔夠17億。平均每宗嘅售價大約426萬，按月輕微下跌1.1%，但係仲連續半年企穩喺400萬元關口。該行話，隨住綠置居開始揀樓，相信部分嘅購買力會被鎖起，估計今個月二手居屋嘅登記量會下試350宗水平。北部都會區首個片區試點洪水橋片區，由中海外、京東同埋信置等6個公司擊退區內大地主恒地，用10億3千萬合資奪得。發展局話，中標財團不論喺非價格同埋價格方面嘅評分，都比另一投標公司嘅得分為高。中標公司將會負責平整同埋發展3幅住宅用地，可以合共建大約3000幾個單位，同時需要負責平整洪水橋片區其餘多幅嘅土地。根據中標公司估計，整個片區開發項目嘅推展涉及大約168億元投資，估計帶嚟超過6000個就業機會。28House